开放境外生返台入境的相关规划，主管机关教育部已经在兼顾防疫优先及境外生受教权益的前提之下，经过跨部会的协调讨论，那么在昨天宣布开放这个19个国家地区之外的应届毕业生返台入境就学。那么开放的范围当然也包括应届毕业的陆生。那么为了使这个应届毕业的陆生同学能够在兼顾台湾防疫量能、入境防疫措施，那么能够井然有序的返台完成学业，那么本会将会同教育部还有各校妥善协助其入境后的生活与学业的安排。至于您刚刚提到的后续其他境外生返台的时程，仍然要由这个指挥中心会同教育部相关机关视国际疫情及检疫的量能再行评估处理。那至于您提到这个陆配子女小民返台的事情我想我们这次的这个松绑我们先从2岁以下的陆籍子女开始放宽，是基于防疫的整体考量，兼顾人道及弱小优先的选择，并没有任何的政治考量。那么防疫跟人伦要共同兼顾，要做到两全其美我们虽然是觉得是很困难，但是每一项的开放措施也无法让每个人都满意。我们希望各界能够体谅，后续也会观察实施的情形，再做进一步的评估。相信在稳定实施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未来兼顾防疫的考量下，可以有更进一步的调整。我们了解大家非常关切，那么下一个阶段什么时候要放宽哪些范围，我们都会积极会同相关主管机关来专业评估。在疫情可控下，我们让陆籍子女能够陆续尽速的顺利返台。如果有确定的方案，我们会进一步对外说明。谢谢。因为它的港版这个国外法的4件细则第34条也是直接指明政治机构，就包括我们驻港的机构跟这边系统都有广告，所以我今天在这里把我们的态度很清楚说明出来。这个至于目前并没有受到这个一些所谓的威胁或者骚扰，但是这个态度我们立场必须很清楚先表达出来。我们不愿意见到这个当初是协商换人同意的机构，是在促进台港的交流。那么在换文内容也很清楚的说明了我们在那里的功能那我们从来没有违反当初的这个彼此的这个承诺，所以他没有理由也不应该来这个干扰我们的驻港机构，这对台港之间的交流是完全没有好处。所以今天我们必须把这个政策立场态度说明清楚。那这个港版国安法实施到现在，那坦白讲，它并没有去这个干扰到它这个正常的这个运作。但是我们国人还有这个驻港人员等等有这样的担心，所以我们在这边郑重的把我们的态度说出来也呼吁港方要珍惜这样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本身是在促进台港之间交流，好像他在这边也有驻台的机构，是不是？这些都是为了让台港之间的正常交流能够理顺然后增进。我想他应该不为初衷让他回到这个交流，不要具有任何的政治的干预。所以这是我要在这里再度的强调。过去2年多，我们这个驻港机构的这个首长没有办法派过去。他是在原来的这个范文里面增加了额外的政治条件，这个我们没办法接受。我们也一再呼吁，这是违反当年的我们一起协商，那么共同协议，经过换人同意的这样的机构，没有这些政治条件，你现在要加我这些政治条件，不可能接受。
所以我们一再呼吁他们，但是显然他们无视于这个机构在那里对促进台港交流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种看法，这样的一个作为，我们是深深不以为然。